美國嘅 Elon Musk 考慮會出售中國 Tesla 嘅業務，或者同 SpaceX 合併。你知唔知咩意思啊？當美國啲大資本開始喐起身嘅時候，Donald Trump 明年諗住全面介入台海衝突啦。呢單新聞太大啦。我認為 Elon Musk 佢夠膽死放得風出嚟，肯定就 Donald Trump 要去遞話嘅。我認為下半年咧，接下來呢幾個月會好多嗰啲美國大資本，或者直到明年年初或者年中，好多會撤場。係睇嚟明年所以我呢個台係啊，我收取到嘅 source 嗰啲信息源好有前瞻性，就係明年。咁多位要珍惜接下來嘅日子。Hello， 我係 Nicholas。咁今日嚟講，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際新聞。單新聞就美國政論圈班前輩傾，咁我就借住佢哋嘅議題，再作出一個我個人觀點嘅延伸。咁就係咁樣嘅，Elon Musk 佢考慮準備出售中國 Tesla 嘅業務啊，而且係有信息源嘅。咁喺7月31號啦，《華爾街日報》就報導，稱 Tesla 同埋 SpaceX 有潛在合併嘅一個操作，正在考慮分拆出售，甚至係關閉中國業務嘅。咁關於呢個議題，我簡單啲明翻少少啦。Elon Musk 嘅 Tesla 當年全靠我哋中國嘅市場先起死回生，好重要嘅對於Elon Musk 佢嘅一個商業里程嚟講，係啊。咁但係都有一句咧，點解我會話Donald Trump 明年佢一定要全面介入台海衝突咧？就係本身 Elon Musk 當時為咗去救Tesla， 佢係分拆咗嘅，已經提前美國嘅特斯拉同中國嘅特斯拉業務係分開，完全獨立嘅，唔會話有乜嘢牽連嘅啊。所以嚟講咧，佢如果佢借住話要同 SpaceX 合併，或者係分拆，其實呢啲係多餘，呢啲係行外人唔懂先會信嘅啫。真正Elon Musk 嘅意思就係要考慮出售中國 Tesla 嘅業務，咁嘅大單就好似俄烏衝突咁樣。美國嘅麥當勞啊，好多美國嘅嗰啲業務喺俄羅斯啊嘛，咁都係借殼上市啦。其實就係佢哋冇賣晒嘅，只不過係麥當勞換咗個名叫做金拱門啊，或者係乜嘢咁樣。但係佢依然嗰條水都係飛返去美國嘅，只不過換咗個殼，免受經濟制裁咁樣，繼續去商業運轉。我認為Elon Musk 都咁搞係。我認為下半年到明年咧，即係未收台灣之前，基本上都啲美國嘅資本或者佢哋嗰啲業務都有呢啲操作係，所以就係好大單呢單嘢係。因為美國啲資本喐得起身嘅話，意味着咗佢美國啊嗰啲阿公啊落晒 order 放晒風，所以就如果係 Donald Trump 佢真係要全面介入台海衝突嘅話，意味着咗我哋明年要收復台灣呢一個係呢個信息源千真萬確。今年年初上年年尾，我同美國政論圈、國內政論圈同埋啲大前輩收到嘅呢啲 source， 全部都歸單到依家。全部我講嘅出嘅嗰啲片，全部都係千真萬確，提前放咗風。所以我嘅預言係好準確嘅，即係唔好話預言啦，只不過我哋係提前獲取到呢啲信息源。喺信息傳遞呢一 part 嚟講，我哋係比較有前瞻性係。所以點解就係咁多朋友仔鍾意加入我組織，或者咁鍾意去用我個軟件，就有個原因係。好好地珍惜接下來嘅日子啦。明年就係亞太地區多事之端嘅元年。呢一個就係我今年嘅論述嚟嘅，年初講到依家，亞太地區明年就係多事之端嘅元年。我哋唔想嘅，我哋中國嘅國防政策都唔給予我哋去咁樣做，但係美國佬佢唔想失去佢嘅霸權啊，佢只能夠搞事喺國際關係嘅維度啊，越搞得越亂，佢越有地方走盞，越有地方去補血。國際關係同地緣政治就係咁樣，時時變幻莫測。可能隔8個鐘嘅話都會有變化，係好好地珍惜接下來嘅日子咧。可能年尾嘅話，我都會去四川住一住，係多我就唔講啦。想縮減信息差嘅冇同粉絲歡迎加入我個組織。呢期先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